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1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一聊紅綠市場的故事啊。今天不是交易日所以給大家講講故事吧。今天講的是一位投資者，金融消費者，從150萬起家，最多炒到1200萬，眼看着就要財富自由了。再這麼下去，但是天公不作美這位金融消費者，一位雪球大 V 卻消失了。為什麼消失呢？所以我們要從故事剛開始講起。2021年2月10號下午3點收盤以後寬總打開他的股票賬戶，這一天他的賬戶上顯示總資產1846萬，融資負債620萬，也就是他還有槓桿，對吧？融了620万，那他净資產是1226萬。然後像所有的大 V 一樣截了個圖發到雪球。現在很多人不是截圖嗎？只能截一點是吧？你不能截太多，截太多好像那個平台不讓你发，截那麼幾個數字是吧？然後還得塗一下抹一下，這樣好過那個平台的審核。但是那個時候他在雪球上面直接截了圖，只有8個字：3年從200萬到1200萬，那不是净掙1000萬嗎？3年净賺1000萬什麼概念？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生活有的人做夢都不敢這麼夢他就輕易達到了。所以他這個帖子一發下面的評論區就炸了。寬總牛逼，普通人實現財務自由的最快路徑，我信了。然後還有人說能發一下持倉嗎？想抄作業。還有人說寬總您還缺女助理嗎？那天晚上他在雪球開了一場直播，在線人數巔峰時期到了4000多人。他在書房裡對着鏡頭侃侃而談，講了1個多小時。他講自己怎麼在2018年賣掉一套房，湊了150萬本金，再講自己怎麼在五糧液50塊錢的時候全倉殺入，又講了滷汁老窖山西汾酒，還講到了融資槓桿的正確用法，講好公司越跌越買。這裡面有意思，好公司，什麼叫好公司呢？在上海建工爺叔的眼裡，上海建工就是好公司，越跌越買，沒毛病這一切最後都得出一個結論。什麼結論呢？投資這件事認知到位了，錢是副產品，也就是你認知到了，想不賺都不行，那錢就哗哗就來了。所以在資本市場，你先要提高認知這位是寬總他的一個總結。下播以後老婆從卧室出來給他倒了杯熱水，恭喜他今天這麼多人在線看直播寬總說4000多人。然後老婆就說了，那你以後是不是可以靠這個吃飯了？寬總沒說話，只是看着那個賬戶的截圖，把熱水喝下去了。他不知道那是他這輩子最後一次覺得自己可以靠這個吃飯。那這個說的是2021年2月10號，那應該是春節是吧？那前後時間往前再到3年。2021年那還是疫情期間2018年10月，那時候的寬總還不叫寬總，叫小陳兒。1989年出生，985本科畢業，在2線城市一家外企做供應鏈，年薪20萬，你不好也不壞。從2012年到2017年，他和妻子省吃俭用，加上雙方父母的資助，買了3套房，這可以1套自住，2套出租，每個月房租剛好覆蓋房貸，日子雖然過得緊巴巴的，但資產負債表是好看的，畢竟有3套房房租還能覆蓋房貸2017年房價翻倍，2套出租房賬面浮盈，讓他覺得自己已經是有錢人了。2018年股市跌了1年，五糧液從110塊跌到50塊，滷汁老窖從80塊跌到40塊，都腰斬雪球上面哀鴻遍野，但小陳看到了機會。白酒的商業模式沒有變，需求沒有變，變的是情緒。他在筆記本上寫了這句話，然後做出一個決定。什麼決定呢？改變命運的決定
賣掉那套最小的出租房，湊夠150萬进軍紅綠市場。老婆当然不同意啦。那女人就是头髮長見識短，人生不冒險怎麼行呢？就這麼平淡下去嗎？勇敢搏一搏，單車變摩托。所以他執意啊，也把3套房子賣掉一套，怎麼着也湊夠啊150萬進紅綠市場。老婆說啊，房子賣了，租金沒了，房貸怎麼辦呢？他說我有工資。老婆說了，那要是虧了呢？你這對吧？紅綠市場誰也沒給你保證說一定賺錢呢？那賠錢怎麼辦呢？小陳啊，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說不會虧，我研究了很久，白酒是永續賽道。老婆沒辦法啊，拗不過拗不過他，最後只好點頭。不是因為被說服，是因為他從來都相信他。從大學戀愛到結婚8年，他沒見過他做沒把握的事情。也就是小陳給老婆的印象就是一直是穩重穩當，不是那種啊浮誇的人，浪蕩的人。2018年10月19號，房子賣掉了，150萬到賬。他又開通了融資融券，額度是80萬，一共是230萬，全倉買入五糧液和泸州老窖。買入那一天啊，他在雪球發了第一個帖子，文章名字叫《我為什麼在市場最恐懼的時候全倉買入白酒》，閱讀量只有127。他在評論區自己回復了一條，說啊，3年後回來挖墳。那麼1年半以後啊，2020年3月份，那是口罩剛開始的時候，疫情最恐慌的時候，而小陳的賬戶啊，市值卻突然突破600萬，因為啊，五糧液從50塊漲到了200塊，泸州老窖從40塊漲到了160塊，加上融資的放大效應，他的淨資產從150萬變成了600萬，一下翻了4倍啊！小陳開始在雪球頻繁發帖。這個儼然啊，中國的巴菲特已經在小陳自己的心裡已經誕生了，不輸巴菲特啊，這個成績絕對是超過巴菲特10倍。從此啊，小陳開始分析白酒的批價、庫存、動銷數據，有時候一篇帖子寫5-6千字啊，配10幾張圖表，顯得很專業啊。粉絲也從100漲到了1000，從1000又漲到了1萬。有人開始叫他寬總，他一開始啊還糾正說別叫總，我就是個普通的金融消費者。後來乾脆不糾正了啊，因為每天私信他的人呢太多了，他也需要一個人設來節省溝通成本。就這樣了，你說說，又是疫情对不對？各行各業的不好，然後他在資本市场、紅綠市場暴賺4倍，大家覺得他還有必要去拿那個1個月1萬多的窩囊費嗎？那不是耽誤時間嗎？那不是好鋼沒有用在刀刃上嗎？對吧？那份工作還有必要嗎？那份工作已經成了他啊，成為巴菲特的绊腳石，這沒毛病啊。所以2020年6月份，小陳毅然決然的辭職。辭職那天啊，他的部門經理對小陳說啊，哎呀，現在外面不好混吶，如果混不下去啊，想回來隨時找我，也就是那意思是，大哥，我把这位置給你留着了啊，隨時回來。當然了，這個或許是一個客套話，等他回來的時候，那就對吧，另當別論，是不是？漂亮話先說出去啊，誰知道以後是咋回事啊，對不對？這叫情商高啊。小陳說啊，謝謝經理，我應該不會再回來了。為什麼呢？因為辭職的時候，他的賬戶已經有了800萬。小陳覺得自己已經上岸了。在一個2線城市有2套房，還有800萬，實際上這都不叫事。最主要他掌握了一套賺錢的方法，他有了自己的一套投資理念，照着這個方法下去，成為巴菲特那也是時間啊遲早的事兒，早晚的事兒。2021年1月，寬總的賬戶淨資產突破1200萬，就是剛才的那一幕啊。為什麼呢？因為五糧液漲到了340塊。泸州老窖漲到了320塊，山西汾酒漲到了400塊。他的雪球粉絲突破了5萬，每天都有人問他寬總能不能跟着你買。他開始考慮發私募基金，為什麼呢？既然我能賺錢，對不對？那我現在還要加槓桿啊。
這發基金實際上就是對吧？你要掌握更多的錢嘛，去賺更多的钱，因為他已经掌握了一整套賺錢的方法。既然我的認知可以變現，為什麼不幫更多人賺錢呢？2021年3月，他的第一支私募基金備案通過，規模不大，起步3000萬，其中他自己跟投500萬。基金發行的那一天，他在雪球發了一篇置頂文章，普通人實現財務自由的最快路徑。文章裡他寫了自己的經歷，2018年賣房150萬，融資80萬，3年做到1200萬。他寫了5個原則：選賽道、選龍頭、敢重倉、拿得住、用槓桿。最後他寫道，投資是認知的變現，但你看懂了一門生意，市场給你的獎勵會超出你的想象。你看，躊躇滿志啊！什麼叫春風得意啊？是叫春風得意馬蹄疾是吧？而那篇文章的閱讀量最終停在了12.3萬，輕鬆突破10萬加啊！他妻子把那段話的截圖發到了家庭群，他母親回了一個大拇指的表情，那整個家族引以為傲了啊！因為整個家族出了一個巴菲特，也就是不是，這是巴菲特雛形，巴菲特早期是巴菲特这個 Pro。当然了，這也是他母親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為他感到驕傲。2021年2月18號，春節後的第一個交易日，滬深300見頂，那天五糧液跌了5%，寬總沒有在意，認為是正常回調。2月19號又跌了4%，他開始加倉。3月白酒板塊整體回調20%，他的基金淨值回撤15%。他在雪球發帖，恐懼是朋友的禮物，我在加倉。別人恐懼，我貪婪，是吧？別人貪婪，我恐懼，這些我都懂啊。什麼賣在人聲鼎沸時，是吧？這都懂，大家誰不懂啊？而這個時候評論區有人提醒說，寬總是不是該降槓桿了？寬總回復好公司不需要擇時，也就是回調就是你買入的機會，只要回調就買。2021年全年滬深300跌了5%，他的基金虧了8%，但還有浮盈，他不在意。2022年俄烏衝突，美聯儲加息，滬深300跌了22%，他的基金虧了35%，他開始焦慮，不是焦慮虧損，是焦慮節奏。哎呀，我覺得他吃虧就吃虧在2021年對吧？7月份年終嘛，他應該看我的節目，我的第一個節目對吧？遠離 A 股是吧？我記得標題就叫這個早割早受益。這哥們兒當時沒看嘛，遺憾啊，很多時候就這麼錯過了。這當時看了我的節目是吧？所以22年又趕上俄烏衝突，美聯儲加息，滬深300也不多就回撤了22%，而寬總的基金由浮盈已經變成虧損35%，市場錯了，白酒的基本面沒有變，只是情緒太悲觀。寬總多少有點路徑依賴了，因為他當年從150到600萬，他就是這麼過來的。他認為是情緒不是市場變了，是大家害怕有情緒。這回呢還是一樣，認為市場沒錯是情緒。這個時候寬總開始融資加倉。維持擔保比例從300%降到了250%。2022年10月，他在雪球發了當年最後一篇長文：為什麼我在市場最恐懼的時候繼續加倉白酒？而這個時候的閱讀量只有800了，那10萬加已經一去不復返。評論區有人留言：寬總，您還能撐得住嗎？他沒有回復。2023年，寬總不再發帖了。雪球上有人問他去哪兒了，有人說可能忙吧，也有人說可能換平台玩了。沒有人知道他維持擔保比例已經降到了150%。150%什麼概念呢？也就是當時寬總的持倉再跌10%就會強制平倉，所以這個時候寬總沒有心思發帖子，他每天都在計算五糧液要回到多少價位他才能回本。算一算，如果明天跌2%，他還要多少錢去補倉，去交保證，要不然你倉位不夠，人家平倉。甚至他在計算，如果平倉了，他還欠券商多少錢。而這一切，他再也不敢告訴妻子。
2023年中秋節，全家聚餐，寬總的母親問他：“你那基金今年怎麼樣？”寬總說：“還行，長期看好。”母親說：“那就好，你從小學習就好，媽最相信你。”寬總低下頭，只顧扒飯，沒敢看母親的眼睛，因為這個時候他離破產就差一個幾%的下跌啊，就褲衩子就沒了。就差一個幾%。那天晚上，他一個人在書房坐到了凌晨3點，打開雪球，想發點什麼，寫了刪了寫，最後只發了一句話：投資最難的不是看懂自己，而是看懂自己。不是看懂公司而是看懂自己。你說说，這個時候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段位了啊！終於發現，原來投資不是看什麼公司業績，也不是看什麼指數，也不是看國家政策，也不是看資本市場建設，更不是看什麼多層次資本市場，最終是看懂自己，你的貪欲，你的恐懼，你人性的弱點。發完就刪了，因為沒人點讚，也沒人評論，他的粉絲早就取關的差不多了。2024年春天，他的雪球賬號註銷了，不是改名，是徹底註銷，頭像灰了，也搜不到了。那篇普通人實現財務自由的最快路徑置頂帖再也打不開了，基金也清盤了。最後一期淨值報告，他虧了62%，加上自己的跟投，那500萬也沒了。從1200萬到歸零，用了3年，比他從200萬到1200萬還整整多了1年。他後來去了哪裡，沒人知道。雪球上有人傳他抑鬱了，有人傳他去找工作了，有人傳他離婚了。實際上，這3種情況同時發生了，因為這是必然，不是3種情況選一個，而是3種情況同時發生。唯一確定的那個曾經在2021年2月10日截圖發帖子說3年從200萬到1200萬的人消失了。2024年秋天，一個曾經跟他在線下見過面的雪球用戶在評論區寫了一段話：寬總是我見過最勤奮的投資者，他的研報比券商寫的還細，他的數據比公司公告還全。他錯在哪兒？他錯在把一次時代的貝塔當成了自己的阿爾法，他錯在把3年的運氣當成了終身的認知，他錯在太相信普通人可以實現財務自由這件事。這個總結是非常好的啊！普通人可以實現財務自由，這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啊！有這個想法，你只能想一想，千萬不要付諸實踐呢。你想一想就完了，不行就把自己整睡着吧，夢裡什麼都有。這段話下面有人回復：那他到底虧了多少錢？答案是，聽說他賣掉了最後一套房。這是個故事，但又不像是個故事，因為它就在我們身邊發生。這個寬總何許人也，咱不知道。但是千千萬萬個寬總，從印度到大國，再到美西方，再到韓國，有多少這樣的寬總，在這個夏天已經變成小城了。這2天对吧？硅谷最神奇的天才 AI 天才是吧？这媒體這麼說我也不知道，反正他火的時候我不知道，他爆雷了我知道了。你說這叫什麼事？就像很多新能源汽車一樣的，他天天營銷賣車，咱誰也不知道，沒聽說過啊。但是他一爆雷，說這個企業爆雷了，這個發不出工資，供應商在鬧，咱們馬上就知道了，才知道這個企業品牌。這就是最悲哀的地方，人生最悲哀的地方就是這個。這個 AI 的天才是吧？是 OpenAI 的是吧？20多歲，24歲，那後來怎麼從 OpenAI 出來，咱也不知道是辞職還是被開除的啊？他一出來之后，他自己設了一個基金，就因為他是 AI 对吧？硬科技的這忠實的擁護者，這叫什麼？狂熱的追隨者，專炒這個加槓桿，炒這個人工智能，所以他短短的就聚集了多少？490億美元，是吧？他管理的資產賺了多少倍？這個人叫什麼名忘了我一說，很多關注人應該是刷到過的。就這2天爆雷了，跟寬總一樣。而這個人很厲害，他周末就要結婚，
在他結婚前爆雷了，這是上天送給他的最好的禮物，讓他冷靜一下。什麼天才啊？你不經歷過3輪、4輪牛市、熊市，你不經歷過3輪、4輪的輪迴，叫什麼天才呢？是吧？叫什麼巴菲特呢？巴菲特經歷過多少輪熊市、牛市，還活下來的人，遠的不說，這個夏天韓國，對吧？有將近100萬寬總已經被打回原形，褲衩子都沒了。這個媒體天天都報道，你不能說韓國那個海力士業績不好，你也不能說三星的業績不好，但是這個上百萬的韓國人賬戶清零，還道歉啊，券商這個本金。遠的不說啊，寬總這一切，那我不就經歷過嗎？一模一樣的。我跟寬總有2個不一樣啊，其他是完全一樣。哪2個不一樣呢？第一個不一樣就是我不喜歡發帖子，那個時候我沒有表達欲啊，就是我虽然也上互聯網，但是從來不寫，我只是看。那個你看寬總動不動在雪球上發個什麼帖子啊，我从不。這第一個。第二個，我比寬總幸運，幸運在哪兒呢？我不用槓桿，雖然我動用的錢比寬總多，但是我不用槓桿，我從不加槓桿，所以我經歷2輪牛市、熊市，依然對吧？沒有抑鬱，我感覺良好，是吧？沒毛病，就是我覺得就是因為我沒有加槓桿，我會瘋狂的加倉，我也會加本金，但是我始終不加槓桿。一個2000年就開戶的，而且可以當時炒股是非常瘋狂的人，有很多行為大家可能都理解不了。比如說我到現在為止，我創業板沒開通，你說你能受得了嗎？我只開通了戶市，當時創業板好像開通需要寫個什麼承諾，我就懶得寫，我嫌累。你說這叫什麼事？然後一直到現在，正因為我懶，所以說那個券商那時候搞什麼融資融券，他不是讓你開通嗎？天天給我打電話，我開通融資融券，說這是給你的一個工具，一個武器，讓你怎麼着的，你知道吧？但是我就嫌累，我当時不知道這玩意说会，我没仔細研究說這玩意會給我帶來什麼風險加劇，我就是嫌累，我不願意開通，還讓我去簽字。我說算了吧，挺麻煩的。人家說我要不把東西拿過去，你上門你簽個字，幫您開通。我說算了，我說嫌麻煩。恰恰因为嫌麻煩可能救了我。為什麼呢？如果開通了，你保不齊你對吧？你要補倉的時候沒錢，你說不定你就融資了，融着就嘗到甜頭，保不齊對吧？第一回嘗到甜頭，第二回你就加大。愈陷越深，不能自拔。這就是我跟寬總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寬總加槓桿，我不加槓桿。我不加槓桿是因為懶救了自己還有一個就是我不發帖子。當時我的喜悅跟這個寬總是差不多的我在以前節目經常說的吧，我是01年還是00年開的戶，開戶之後就進去炒那時候瞎炒那時候不像現在自媒體、手機信息這麼發達，那時候就是看報紙和電視我把電視一打開，就是林園在那講茅台，所以我現在對林園祛魅對吧？他可以騙所有人，但騙不了我因為我那個時候就看林園講茅台，說茅台多少，那時候茅台才20還是18、19、20吧，大概我印象中20不是200，也不是2000，20一股。林園就說這個股票你們看一看，法國的叫什麼？法國什麼股票是跟造酒的叫什麼地什麼我忘了多少錢一股那個酒多少錢一瓶那酒對吧？是上萬塊錢一瓶對的，還有什麼路易13是吧？路易18是吧？多少錢一瓶茅台以後也會賣1萬塊錢一瓶。你想20年前的2000年的，那時候房價才2000一瓶，他說茅台到時候也賣1萬一瓶但是我們就認為這家伙瘋了這就是一個神經病，精神不正常。電視台怎麼能把一個精神不正常人請來做節目呢？他坐在那哇啦哇啦的就是你看林園現在還是那狀態但是要是買了也好了对吧？上當一次，關鍵你拿不住後來我自己瞎炒但是也不知道什麼戰法，搞不清，就是也研究 K 線也買了書看了，買了書研究 K 線，研究各种什麼老丫頭，什麼仙人指路对吧？一大堆什麼各種指標，各種周期，我還看那個什麼波段理論呢，
什麼3浪啊、5浪，什麼 ABC 一大堆都得研究啊，你得去啊，還真拿尺子量啊，拿尺子啊，在那個 K 線上比划比划，這玩意，那是刚開始炒的時候，真的是真心想走技術派，後來也不多啊，賠了2/3，憑技術把它賠掉了。那個時候股指好像才900點、1000點呢。我經歷過那個叫什麼千股漲停，那時候股票好像就1000多只嘛，千股漲停就幾只股票沒漲停。有一天啊，突然不知道哪裡抽風啊，突然有一天不知道抽什麼風啊，所有的股票漲停，就那麼幾只沒漲停。大家可以查一下，歷史上有個叫千股漲停的，我也趕上了，不知道抽什麼風，什麼玩意都有啊。後來我賠的只剩2/3了，只剩1/3。我入市30万啊，当時的30万什麼概念呢？当時30万，在北京5環、4環邊上，5環買一套房，100平的房子，綽綽有余。4環邊上，3環恐怕稍微欠點，少點啊。4環那兒買一套100平的房子啊，30萬綽綽有余。我把那个錢放到股市去了，準備在股市裡面實現這個財富自由。那相當於現在，對吧？2018年寬總150萬，那比那還多啊！你18年150萬，你在北京能買一個100平的房子嗎？買不了，600萬你都買不了，是吧？18年啊，賠了2/3，然後我覺得我啊，乾脆吧，別玩了，傷心了啊！越玩那個本金越少，也不知道為啥，越玩越少，這中了邪一樣的，任你分析的頭頭是道，它第二天它就反着來。好，我這回我反着來，對吧？我分析的它要跌到多少，那我就認為它要漲，對不對？反着來嗎？結果它又不反着來了。總之啊，就是各種不順心啊。本來想在股市實現財富自由的，結果直接賠了2/3。後來我就不看了，我一怒之下啊，把賬戶把那個我是真的在電腦上把那個交易軟件給刪了啊，賬戶什麼我都不要了。我不管了，裝死植物人，我看着怎麼着。從那以後，我大概有2年還是3年，大概有3年，大概就是不看財經新聞，不聊股票。哎，有人經常問，哎，不聽說你炒股嗎？你炒的怎麼樣呢？一般的我這個話，我一般的我就當作沒聽見。你最好不要問第二遍。我當作沒聽見就算了，這事就過去了。如果你不識趣還要問第二遍，那我當時就發火。不管是誰啊，家裡人一樣，朋友一樣，就是你問我，當我面問了一遍，說你股票炒得怎麼樣，我裝作沒聽見啊，把話題岔開了說別的。如果你還追着問，那我就發火了。當時就這樣，就是我要忘記這件事情，徹底忘記啊。結果突然有一天，我記得2007年，那時候不是搞什麼叫什麼？我都忘了名詞，叫改制還叫什麼？就是國有股要流通，然後它流通呢，它就要給這個流通股啊，要一定比例的贈股。哇，那一輪牛市，對不對？轟轟烈烈啊！那個牛市都已經進行3-4個月了，我才知道。我以前我不知道啊，那政策，因為我不看呢，不說了嗎？我不看任何財經新聞，不聊任何股市的事情，所以自己把自己屏蔽了啊，完美的把這個跟股市相關的信息全部屏蔽掉了。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對吧？再說我身邊其實沒什麼人炒股啊，那個時候。後來有一次偶然一次機會，聽到同事說現在牛市啊，說什麼說一大堆。我說是嗎？我說為啥牛市啊？他說啊，說一大堆的，說什麼啊，要你手上有10股的話，他會送你3股，各個股票不一樣啊。但是我說還這好事呢。好，我這時候我才去找我的賬號啊。我賬號已經刪了，怎麼辦呢？然後下載安裝唄，對吧？下個客戶端再安裝，裝上之後我的賬號我沒有密碼，忘了密碼怎麼辦呢？就給那個營業部啊，那時候券商營業部打電話查唄，對吧？查了半天，把我密碼改密碼好了。我記得是先查賬戶嘛，因為賬戶都忘了啊。你報身份證號，對吧？叫什麼名字？叫他查，這後來查賬戶查出來，讓密碼自己設一下，一改好，我把賬戶打開一看，我記得好像是回到了31萬，還稍微差一點，具體數字我忘了，反正是回本了。你看就這麼神奇，我一看它回本了，
還略微賺了幾千塊，這一下信心大增啊，信心大增啊！然後我立馬決定把這30萬，當時那個江淮汽車啊，就是正好3塊錢一股，它還沒有股改，然後我就想，這正好嘛，湊個整兒啊，買10萬股江淮汽車，買完就放那兒，然後天天打開看，就像這個寬總啊買了5粮液一樣，打開看，天天也不動啊，我也是不動啊，我每天就看它漲。這個江淮汽車從3塊一直漲到11塊吧，我記得，你看10萬股從3塊漲到11塊啊，這漲了3倍，快4倍了，我感覺什麼概念？那覺得自己又行了啊，對吧？以前入市的夢想又回来了，覺得自己再努力一把，那還得是巴菲特啊。這個时候正好手上還有點錢，然後立馬又梭哈啊，好像是9塊的時候加仓啊，江淮汽車到了9塊吧，我又加了多少？我當時本金是30嘛，对吧？我9塊的時候又加了60萬，好像是這樣的。我當時手上有筆錢嘛，沒事幹，呱的買進去，這樣我本金就是90萬了，对不对？但是賬面是盈利的，对吧？那但是後來漲到10塊、11塊，我記得。後來就是著名的半夜雞叫，連着給我來3個跌停還是幾個跌停，我就賠錢了啊！本來我是賺錢的，因為我在9塊加了仓嘛，完了之後咣当一個跌停，我的利潤就沒了。再咣當一下第2個跌停，我這就開始賠錢了。3個跌停，我記得當時4個跌停吧，反正褲衩子賠掉了。歡樂總是短暫的，所以我就知道了啊，你想在這裡面賺錢太難。還好我沒有加槓桿，對吧？我再狂熱，我不加槓桿。這是第1輪牛市啊，以慘敗告終。後來第2輪牛市，咱也遇見熔斷嘛，啊，第2輪牛市更瘋狂啊。我當時我就發現那個南京化纖好像這個股價在異動，每天不知道在搞啥，但它主要是便宜。第二它在搞啥呢？我感覺它在亂動啊。然後我呢，那個時候第2輪牛市的時候我更猛啊，我已經調集了1000萬殺進這個南京化纖。後來才知道啊，原來是徐翔在裡面。我在南京化纖上面炒了3個月4個月，最後反正沒賠錢，等于沒賺到錢啊，就賺了個手續費，大概10幾萬20萬。這不就賺個手續費嗎？我每天啊買進賣出那是很頻繁的啊，我一買就全倉買入，一賣就是全倉賣掉，一件啊根本就不等，可能是嚇到徐翔了啊，導致徐翔在這個股票上洗的時間太長，等到我一走，結果這個南京化纖是吧？不是南京化纖，叫華麗家族啊，我這說錯了，華麗家族，但是搞石墨烯嘛，我想起來了。石墨烯是當時就相當於現在的 AI 嘛，人工智能，當時石墨烯就這麼火啊，結果我咣當一下進去，這炒了2月啊，在裡面不活殺。後來我一怒之下，那我操，2個月都沒整出名堂，我就跑了，反正沒賠錢，賺了點錢。結果我一跑吧，好嘛，南京就這個華麗家族漲了10倍，追都追不上，漲了10倍啊！我當時我也1000萬放裡面，對吧？我也不管了，睡着了，裝植物人。立馬一個小目標，很輕鬆啊！它很快就漲了10倍。大家現在可以回頭看看那個華麗家族那段時間的那個 K 線圖，對吧？這是我與一個小目標離得最近的時候，就這麼擦肩而過了。當然了，徐翔為這個啊也付出了血的代價，他自己進去蹬縫紉機蹬了好幾年，是吧？所以說啊，這個李大霄說的對嘛，那買好股做好人，對吧？你非要把我洗出去幹啥呢？是吧？你早一點拉。這說不定，對吧？你就積德，說不定你就沒有那個什麼，對吧？進去蹬縫紉機那件事，你非把我洗出去了，你最後自己蹬縫紉機，現在你看一地雞毛，圖啥呢？對吧？有錢大家一起賺嘛，我也沒壞你事，對不對？这就是格局啊，就是將讓我與一個小目標失之交臂啊。那最慘的就是我當時我要是上了林園的當，是吧？買了茅台，那我現在。那得好幾個小目標啊！我當時能買1萬多股茅台，1萬多股，那現在你說拿到現在什麼概念？我不要說2000多跑，我現在就是1300。茅台這麼多年，它復權對吧？它分紅出權多少了？那我至少好幾個小目標了啊，2個小目標差不多至少。但是你回頭再看看林園呢，自己呢，他自己都拿不住对吧？他天天忽悠茅台，他自己都拿不住啊。如果他自己拿住了，他現在是這樣子嗎？不是，對不对？說明对吧？這些，所以說最後得出個結論啊，這個寬總說的也對，
最後的結論就是你炒到最後，原來你是要看懂自己。这个夏天有好几百万人終於看懂了自己。當然了，我希望我的粉絲啊，不用通過這種激烈的方式來看懂自己，沒有必要。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